罗西亚总统普廷去访问北韩，甲金正恩签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。然后一边受到侵略攻击，对方地区斗防为对抗，恐惊是互南韩甲北韩的关系愈来愈紧张，嘛互俄乌战争是愈歹化解。而且普廷阁有去访问越南，要加强因的交流合作。 罗西亚总统普廷过24天，搁一摆造访平壤，金正恩是热情甲欢迎。除了伫金日成广场举办盛大的欢迎仪式，搁正罕咧看会伫现场挂2个人的大相片。另外，搁准备真济草的宴会，和各种精心安排的暗会表演活动，充分表现对这个贵宾的重视。因伫会谈了后，签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协议，要做为防御外部的侵略。 Подписанный сегодня договор о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м партнерстве предусматривает в том числе оказание взаимной помощи в случае агрессии против одного из участников этого документа. 우리 두 나라 사이의 관계는 동맹 관계라는 새로운 높은 수준에 올라섰으며. 总甲解读即摆路条峰会有重大的象征意义，因为这2个国家是做伙互西方来制裁和孤立，为着夺位互相是愈行愈远。去年9月，金正恩访问罗西亚了后，乌克兰的战场就出现北韩的飞弹。南韩国防部讲，北韩对去年以来已经向罗西亚运送7000个装满弹药和其他军备的货柜。另外，平壤是对莫斯科这边得到粮食和经济援助。 김정은의 입장에서는 외교적인 고립과 또 국제사회에서의 불량 국가라는 이미지를 쇄신하기 위해서 互外界更加烦恼的是，两国伫咧签署共同防御的新协议了后，莫斯科有可能提供北韩需要的先进军事技术。未来朝鲜半岛发生冲突的时阵，莫斯科嘛会插手来介入。另外，北韩是有可能更加公开帮助罗西亚伫咧乌克兰的战事，有专家甚至评估有可能会派兵。普京伫结束北韩的访问之前，搁送金正恩第2台陆产的豪华轿车，2个人搁轮流赛车叨叨的，会当看出因的交情。 We need to be aware of that authoritarian powers are aligning more and more, and they are supporting each other in a way we haven't seen before. 普京稍后来个转去越南，和越南的国家主席苏林、越共的中央总书记阮富中等人来举行会谈。双方拢表示讲，希望深化交流和合作的关系。专家分析指出讲，普京这摆出访对抗西方的意思是真高，得表明西方的孤立政策无效，因伫亚洲共款有合作伙伴。公司新闻张回面编译。